党新竹市长的候选人高虹安卡到诈领助理费的风波，昨阁有人自称是高虹安的前助理，打电话入去节目来压料，讲甲这个加班费甚至是甲薪水纳入去公积金，毋那高虹安一个人尔。讲民众党5个立委的办公室。 拢有一个助理费的配额5万块，爱捐予民众党部来使用。主持人是批评讲，这个压料若是真的，就等于是摕国家的钱予党团来使用，这嘛算贪污。民众党随后发出声明来反驳，讲这种的指控无影无迹，要求电视台爱马上更正道歉，而且爱甲这段抹黑的影片来甲摕掉。 讲民众党团等咧收集资料，要提出告诉。这个人的薪水是一样，是入到那个人直接账户。当然了。所以说，对，所以说他只是他自己领，他自己自用是0嘛。就是做民众党的是领立法院的薪水。这个钱他是你刚才讲民众党团每个都要1个。对，5个人就5个办公室就各要。政论节目昨暗时，甲一位家己讲是高虹安立委前助理的 A 男连线，讲民众党有内鬼，各委员办公室爱捐一个人的配额出来，不过捐的迄个人头其实是伫民众党党团或者是地库上班。5位民众党立委有2位透早伫立法院批评，并没有涉及所谓的人头，当然。 这是实际在这边工作的啊。辜新万讲，请助理拢有照立法院的规定，透过高虹安委员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案件来去做隔山打牛哈，甚至来去影射我们其他委员的这个问题哈，我想这个都是不是事实。讲这是有康无顺的，各有民众党立委张记录，负责联系党团，帮我到委员会盯场，做这些事情，他是我们的人，然后他领我办公室的加班费，我办公室的实际薪水，这天经地义。他的薪资、他的加班费，以我这边为例，全部都可以公开。阮实在去张记录委员的办公室，想要找资料。 助理嘛真热心出来回应，不过因为各自的问题还未处理好势，另外嘛到民众党立委罗香玲的办公室问助理安怎看这件代志，助理嘛才有党团说明。民众党嘛发声明讲，针对压料，本党团各委员关人头助理讲5位立委贪污完全不是事实，要求这部修正会室内甲抹黑影片抬掉。我嘛当咧收集资料，要采取法律行动，避免互社会大众有误解。薪水。 报5万次就是0，其他民众党立委也是，这部分你了解吗？我想民众党党团稍早已经发出声明了，来驳斥这样子的一个不实言论。公安第2助理公积金争议案件进入司法调查，不过即马阁有家己讲是前助理的查甫人出面压料，代志恐惊会继续拖。